观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万万大部分的人天的上多，如果万万做卡，其实也今年睇我哋呢，乡中嘅太年代其实花幾多嘅一個精神，睇把万萬的人文啊，還有個體力去收嘅俾大家。讓大家人海邊來到萬萬唔係當然是做卡，其實萬萬有幾多嘅幾出名的客家人文的風情的地方。它同時呢，亦都嘛成立了一個萬萬旅遊嘅自行站。那自行站做乜嘅咯？我哋今日有請到喺度我哋萬萬旅遊自行站嘅一個科長，還有一套咱們志工來到我哋現場，我哋一來邀請一段到我哋嘅節目。第一咧，我哋歡迎我哋呢林玉金，我哋呢玉金科長來到現場。科長好。主持人好，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萬萬的農業科長，林玉金。同時我哋呢套咱志工，我哋呢幾期在市幾期咪有來到我哋現場，幾期真大家好，我係市幾期，我係來自萬萬市九市嘅土南志工，係今日個歡喜。非常容易來到我哋現場因為其實我哋提供其實萬萬嘅經驗啦真是做到他家人的娛樂啦。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喺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已經有講過我哋萬萬要不要成立嘅萬萬嘅旅遊嘅自行站嘛。我想問一下科長，做乜嘅我當初想要成立一個自行站係因為鄉長嚟看到一個萬萬族腳嚟一年比一年嘅人潮來到萬萬嗰度。個呢要加上一個 COVID-19 一個人潮嘅解封後呢，要看到有個多人來到到上要熱啊，來排隊買豬腳嘅人啊，有個多誒，佢上嚟而家想法呢，如果講起心動念，如果講加係咪本人來抵得，我哋來識煮卡嘅人啊，來看我哋呢萬萬鄉嘅農業特別觀光，同我哋呢一個人潮帶入去我哋呢萬萬，我哋呢故鄉按到好山好水好料嘅地方呢，來幫一個介紹俾原來嘅朋友，冇人適合煮卡嘅呢，要談表係講按來我哋呢好山好水來料，佢上呢鄉長都想到講用一個人文體產經呢，食物素有個性呢，來同大家來介紹。嗰種3月4號呢，都成立一個萬萬旅遊諮詢站。我咪喺啲真係呢邊人想，因為真是嗰種對外面人唔啲嘅人嚟講，都因為講萬萬真係買豬卡嘅地方但是我因為講真是咯，來萬萬買豬卡都這回嚟。有啲人對嗰種台一線，對個女朋友來，萬萬都對個路了幾條路，路走，呢個肯定嘅。其實真係佢弄係，因為一路行唔講係對路行強，個是入來啦，行到我哋做腳界啦，真係都對我哋路了嘅地方。其實每個地方都幾多個人文嘅色彩睇嘅。因為上頭都唔係要講，其實這個係萬萬人嘛，係家庭萬萬。咁除咗我哋呢主卡以外吧，從萬萬有乜嘅物產係值得幫我哋去紹介幫我哋嘅觀眾朋友嘅。萬萬除了豬腳，我哋呢農產品呢有黃梨，有四季果，個個可可亞，今日最新的都係可可亞嘛，個個新鮮的作物呢有嘅咖啡、可可，牛奶果、黃金果，個個紅龍果，哪怕你一度一定的多，一定的多香，個好食的農產品呢，嘅加入做飯呢，像我哋呢烏飯、南瓜呢來做飯呢，個個紅龍果來做飯呢，做一個好食，也他家人也同我哋呢小農嘅產品呢，用融入我哋呢飯呢樣來做，同我哋呢小農嘅收入呢有增加，嗰種也係我哋呢一個目的啦，係。其實你講好了，就是從我哋做起，我哋因為我哋講客家嘅一啲傳統啲嘢，做起都中和嘛，後來都開始有種檳榔
但是槟榔其实对我哋人的身体唔会讲过好嘛，但是慢慢的开始有种咖啡啊，吼，种啊那个可可啊。其实你看从到我哋口上我哋讲好了，我发现讲起，其实讲好了，其实我哋更加慢慢啦，吼，也要一点农产品变得讲我哋贵多样。同时啊，吼，因为其实我哋慢慢地方吼，真是喺我哋可可庄园啊，最早的。好，那地方有啲可可庄园，好，唔管喺以前会开始个有买可可的嗰种体验啦，好，甚至说你会发现到讲，更加要客家要村庄已经无咁样嘅啦，无像以前喺务农，吼，然后喺度用槟榔，更加希望係佢浪漫啊。我唔單止講啊，前面帶過來，比如講四季果，因為講百香果啦，啊，做其他用四季果啦，啊，等黃金果啦，牛奶果，啊，等呢黃梨啦，還有喺度無窮樣顏嘅我哋色色呢一啲版嘅。哦，嗰種更加對客莊來講，我發唔係像以前講客莊都喺度過搶冇唔錯啊，但是他們都真正我哋呢無嘅啦、檳榔啦，但是你看而家有可可，有咖啡。一個浪漫的感覺呢。那幾期啫，其實幾期啫，我以前冇聽我講，係做志工，做冇做志工以前，係咪同人哋觀眾片試小解一下？你那片嘢啊，做冇我睇慢慢。我係呢輩嘅人，家來慢慢，因為我家來話40年咧，我都退休後，面到個哎呦，有時間，加上我有好料，我有好講，記得講鄉公所有睇個培訓一批桃林子歌，我都去報名啊！去報名都感到哎呦，我有喜歡也考上啊！我都覺得認真好。以前冇了解我嘅村莊，冇了解我嘅莊情，我都感到唔好，唔覺得唔係佢完整。了解過後，我突然間愛我嘅家鄉呢，我帶人下去，我都幾喜歡。有安尼機會介紹我故鄉嘅好，恁擺咩然後識得主家都出隻去5嚿水去玩金莊，我喺度4嚿水冇人入來，我咩都加人好啊，喺擺有4嚿水有加熱，我哋呢有嘅農村嘅體驗嘅行程，我一定要去親歷，我都朝安尼目的去了解我村鄉嘅事情。人文啊，還是我嘅農業產品啊，4嚿水有個鐵皮，有文葵，有烏葵，又有有機書店，有東河，幾多好講，又加上我哋一定嘅好嘅生命紀念文化園區金字塔，嗰種也份工作係見來見做都見順數，變得我都幾喜歡。恁你一講啊，真是都把我哋4嚿水地位真係幾有名嘅嗰店全部講出來。尤其係我都想偷偷講呀，即係大部分嘅人後買喺主卡都5嚿水去到萬件都老濟位，冇唔錯。其實有中間我哋頭嚿水啦，嗬，幾多2嚿水啦，嗬，幾多，其實係有幾多我哋幾重要嘅人文體產嘅地方。咁從頭都要講到講，等來參加要桃林子講嘅時間有培訓，培訓嘅內容係乜嘢？培訓嘅內容我哋都扎扎實實，受訓40點鐘。我哋嘅同時都聘請我哋嘅屏東縣生態植物具有研究嘅鄭周雄老師，全部嘅課程一屬於嘅策劃，一屬於嘅規劃。我哋上課期間呢，是唔得冇無故請假，一定要嚴格接受老師嘅培訓。我哋有室內嘅課程，譬如講訓練我哋桃林子講啊，我哋嘅禮儀，我哋講話嘅技巧，我哋應用嘅同遊客互動，我哋應用嘅同遊客地方性結合。講我哋有戶外都實地操作，唔多嘢唔係講乜嘅，唔睇茶檔行規律嘅，唔係介紹我哋呀，看得到嘅，體感手感，都嗰樣麼？嗰陣老師都講，呀，今日有經過考試，又可以做上我哋嘅吃貨，就代表一個滿滿嘅尊榮，我哋導覽志工嘅一種嘅成就感。其實他們嚟講，你講其實欣賞是個嚴格，
但是伊严格是希望讲本能带来一个专业的感觉。对，因为唔能严格，你这个爱好好学，学绝对冇因为讲多人子讲咯，反正从以前的子讲啊，你分史书，你给喇叭嘅，冇唔可以用。咁嘛，多人子讲带出去以后，你对代表也要上。唔讲嘅好唔好，真係會嘅聽到我人家因為講有地方好高冇高，也體驗，體驗嘛吼，其實吼，就以前從頭過到出去嘅時節，參加旅行團發現，哎呀要跟我哋帶團嘅人吼，咱各位講啦，但是講到什麼東西，譬如講到通過講到什麼全部唔對，講到歷史嘛全部唔對，好，但是睇也俾一啲土人是講嘅一啲皮圈地位，也部分都變得過重要。你聽下把歷史嘅講錯，冇人也萬年嘅歷史有地位也偏來，嗬。聽你講，讀到乜嘅花草，尤其係愛定灣蠻最有名之家嘅，嗬，愛定咧嗰種神山嘅嗰五個啦，佢就一天天講過清楚，嗬。然後同時有乜嘅水文歷史啦、種族嘅嗰種歷史來講嘅話，馬歸地，因為一條全部學咗以後，那會有痴心一聽講。同時，你這個嘛冇小看嘅條來旅行嘅人咧，有條人是身懷絕技，像你就該有讀過嗰種門嘅人嘅問題困難。有高手在民間，高手在民間，懂冇？觀眾朋友其實我哋常常去出去聊嘅時候都發現到講，我哋土人子講，係咪真係講案例開咯？伊的可以門人幫忙，其實下我哋下幾集我同講，都係以門幫忙，我哋馬上過來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所有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灣蠻農業科長，同時嘛喺我哋灣蠻旅遊自信站嘅科長，我哋咧有叫科長，同時還有多人志工規記者來到我哋現場，同人講當初一個自信站嘅成立嘅過程，還有我哋今日好多有一啲最重要嘅故事話唔講下，因為各種我哋規記者遇到嗰種問題，幾多嘅嗰種離客嘅時節，而本用去面對，規記者而家盡力形容嘅呀。包羅萬象，嘿，因為我哋帶嘅遊客年齡層老嫩大細都有啊，小朋友有小朋友嘅天空世界，我哋都融入in那個童言童語啊，有個嘅高手在民間啊，有啲老師退休嘅啦，本身有一個學習嘅啦，伊對文史都已經有幾多咩水啊。當然，英文嘅問題都夠長，所以我哋土人一天要讀書，要做功課，也人事地物，地方上嘅代表性嘅人啊，地理環境啊，故事性啊，一天唔好搞清楚，唔好搞錯，一天要搞清楚。當然有時間英文嘅問題，我會過上訴，甚至我唔對。我話佢熱心，我要佢誠意來學習，我要同對方講，咁我留嘅聯絡嘅方式，我規日在做功課，我一定會佢詳細來回答。嗰啲銀行遊客都會講，哎呦，土人一種嘅精神，一種嘅熱實，都值得我一轉來呀，你一四九歲來行場啊，我都感到從一禮拜我都得到一個成就感。真是一土人唔係講參考一種再兩種皮，都市都嘅咩有東西呢，也要靠自己有安嘅生活歷練，個看書，以多趟地方耆老，伊哋嘅故事性，佢可以豐富我哋土人嘅一種嘅我哋嘅常識，嗰陣我佢高興。今日我哋嘅鄉長強將手下無弱兵啊，以安強我哋要咩一停呢？係啊，其實我有談過喺個線上有講過一件事情，你講嗰種做一啲土人志工嘅時候，要喺我哋個土人語言嘅時間絕對冇拗撬，因為其實我哋啲理學地方有幾多全部個厲害嘅人，而且有啲人嘅問題係故意考。
你话去龟靠，比如讲蛮远的啊，吼高铁波旁啊，蛮来呀吼。有的你真是其实地，有了龟靠，但是我哋唔可能讲某个事情有地嘛。其实样个呀，我都诚实啊。我哋唔地哦，但是我把人问题带过去，好伊就回应。我都讲，跟这个地嘛，因为有的人系真是佢故意靠唔咗，你唔好乱讲嘛，吼样嘅东西。嗰種其實我哋地講也一站嘅吼，其實我咪用判嚟嗰度發通嘛吼。咁唔係咪同人哋體育同人講呀？對以前啊，都更加有判嚟用嘅發通啊，佢嗰種。所以去年呢都有辦一個百果風情節，一個系列活動，啊，嗰個嘅練練大山，同遊萬巒。採果日個田園饗宴，今年度呢都會百果風情文化產業節暨珍惜水資源一個活動，個活動呢也係有介紹我哋嘅受理行，最主要有3條嘅路線，第一條路線呢都會可文化叫囂，第2條呢都會一個可百香果美食，第3條都會我哋萬巒。心靈神話，再一啲啲來介紹起點。一啲啲說明以前我相信觀眾朋友一定同我講，怎麼見過百果文化你有冇彰化百果山？其實睇我哋嘅萬巒嘅硫磺村啊，其實係算我哋台灣一啲算是幾大嘅一啲百香果一啲生產嘅基地因為從有硫磺村，伊哋只係有一啲生產嘅一啲合作社，但係伊哋用一啲南部嘅一啲特別嘅一啲氣候，同時伊哋生產嘅百香果，都從我哋今日聽我哋嘅鏡頭裡面看到，伊哋大量，我有擺去硫磺村嘅時候，看到伊哋咧百香果講。一同埋萬歲看到咯，太細都冇咁樣咯我哋萬歲看到他安尼細揪咩，你見佢按太亮，我想講，你是乜個東西係百香果講，係百香果啊，講弄個按厲害，見下農業，尤其係睇硫磺，你按個地方，真是弄個種出按太百香果所以說頭頭我哋呢課上有講3條線裡邊有一條路係我哋百香果，還有飲食嘛咁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再慢慢地講，第一條線來，第2條線來，第3條線來。第1條都會可文化叫囂嘛都對。叫囂嘛？個囂咧係鳥類嘅總稱，我哋也就萬巒咧有啲苗頭人咧。苗頭調的達人，劉玉忠先生呢，伊都會喊苗頭調來。我想我哋都同樣嘅可呀同樣嘅苗頭調對來我哋萬巒鄉嘅下晝呢，都開始來到我哋嘅四橋村都山地彩繪吊橋，嗰個兒童清水公園，嗰個生命紀念園區呢來到行嘅一轉呢。都來下晝咧，暗晡頭咧，我哋咧，萬巒主局咧，暗晡頭咧，都一個劉先生咧，都帶我哋嚟看苗頭調，也係第1條路線。第2條路線咧，一個百果文化美食百果，我哋用一個百香果，都10幾個咧來做主題。希望家咧都見到我哋咧一個硫磺村迄度村民呢，過失望，都問下強嘅呢，點解冇乜嘅經濟效益的話，係咪來中國一個10幾個，都同一個試驗所呢來學習，用來對做到產季嘅調整。冬天有百香果，喺冇南投嘅是5月份都開始出的，我哋呢1月份都有百香果嚟好食。我想我哋都用一個主題呢，同一個百香果呢來做一個小旅行，帶動我哋呢遊客呢來看我哋呢農產品，都一直到暗晡頭呢做到更加有田園饗宴，都百香果底下呢來食法式料理嘅客家嘅風味嘅法式料理，也風評也挺好。第3條路線呢都係我哋呢。萬巒的心靈神話因為今年呢，都好我哋第58屆呢，都係運動會呢，我哋想要同一個遊客呢，來認識我哋客家嘅精神。我想呢，同一個結合
对万金庄吼，一个宗教的之旅吼，宗教对行的都可可园区呢吼，都看希腊式的钟60年的老教堂吼，伫摆做的导览呢，咱到我哋呢运动会的主场呢来认识我哋呢慢慢12乡镇的一个客家的特色的精神。现场有好客博览会哈，也摆好客博览会得到清好的风评。闭幕呢、开幕呢，迄精彩的节目，我想23条路线今年都会办得也过好，已经差不多要结束了。因为那3条路线吼，唔单止讲第一条路是小间爱的慢慢踩铁的一个势力行，同时第一条路结合到爱的产业，吼，尤其迄我能讲司机哥大下那个法式飨宴啊，听说秒杀嘞吼，因为其实提案的一个有气氛的大下吃饭实在是无简单。好，因为有的时间真的爱天时地利合作，那我有多有安尼一啲慢胖啊，落去司机哥，然后如何吹下来的时间，安好为了场地，哦，我想堂讲係秒杀啦。然后第三个都加好多我的本地有一啲我哋万景的生母升天，然后同时都加好多我哋某种一种人文的风情。可是其实3条我选1条困难些，可以3条都参加吗？都。给报名3排就可以。真的是，嗰種喺外方嚟啲3條嘅報名，因為一下可以看到我哋總體嘅故事，好，一下看到我哋產業嘅故事，一下看到我哋嘅青年文化嘅故事。我偷偷嘅第一條地方吼，都算是我哋嘅規矩這些專長啦嘛，吼，因為偷偷有講到講我哋彩繪吊橋嘛，吼，我哋那個兒童嘅個心理嘅地方嘛，然後同時吧，有我哋那個我哋偷偷人講我哋生命園區，啊，最主要的全部都係舊水啦。係啊。個規矩就能用為第一條路啊？一條路吼，我哋看到乜嘅都講乜嘅，雖然你啊看到嘅書條行嗰度寫啲嘅繁瑣。伊哋都穿歡喜啊，都摘下來變成色，變成手感，變成長。睇人嘛，我看到你有，伊哋喏喺嗰度睇沙啊，看到人哋安尼聚落，又按到落火火，又按到落鑊嘅，伊哋都咩個興喜啊，都順勢介紹。過去我有從事過土地嘅工作，我要順勢聽人講我哋客家貨房，因為有乜嘅技術工業，有特別嘅鋼鐵、農業，有375豬肉，也我專業一個帶入去，嗰啲人係會講，喲唔會差喎，又可以吸收到人哋安尼嘅農業嘅背景，還有農業嘅改革，帶親子了又可以變成手感。又帶你去假片海，看下吊橋，然後呢變成搞親子公園有沙啊，變成搞安尼搞的沙個槍嗰種講也大小都可以共榮共學，懂好了。談到我哋規矩這一個分享，我都發現到講，其實來到我哋慢慢聊還一本冇當真是買hết一啲主卡的軌跡，其實慢慢有幾多幾好聊的地方。有時下我對下我哋買幾多個精彩故事。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縣萬萬鄉萬萬旅遊自信站的課長，我哋玉金課長，還有我哋托蘭志工貴記者來到嚟現場，同人分享我睇到佢們嗰場地方有乜個好搞好料嘅地方。我所想問一下課長吼，因為其實今年應該講也今年開始啦，政府希望講我哋去推廣我哋嘅天通茶，但是我提供萬萬。有一啲充電站，當初鄉中我想我哋慢慢成立啲充電站。我哋咧鄉中咧都有啲想法面啦，對萬人設主角設係嘅，一來咧充電咯，有世界潮流都係更加有，大家見到有天通茶，冇但係冇天通，
设立一个那个充电站，佢上都听下人那个万万的那个消防分队啊，加伊都米下隔壁一个国泰的浓情爱情巧克力庄园呢，都来设立那个充电站，本现来的朋友呢来到呀时间呢，好来那个充电，吼，佢上种的想法呢，讲啊些先天的来本大家来，佢贴心的来设立安尼。一个想法，係上種嘅想法。其實我嘛，因為也係一個幾好嘅想法，因為其實我因為我哋視察視叫嘅吼，我哋因為講啊，我哋講加油站太危險，吼，除非我哋純粹買加嘅時候，我哋都注意還有加油站。但是充電都冇用，因為我哋地方出頭同我講嘅，屏東亂充。有時間吼，佢充我講天價啊，然後存一半以下是啦。我哋路上講冇得下去用，因為下去不一定有充電嘅地方。哦，而唔像加油站，我哋話有啲人買啲石油硬嘅話，可以加多少吼，可以行一下。充電都冇辦法。嗰時真係有時嗰種講，我哋充到一半，講發現到當存半價嘅時間，我哋都冇得下去了嘅。我哋都可以打上啊，人家按人來到慢慢是啲主角發現，我嗰種下去哦，但是我又唔確定，我天係咪有一啲力量多繼續下去。嗰種我哋慢慢，你像我講嘅加州嘅地方有一啲充電站，我都啲講唔怕哦，我哋去到去加嘅，加滿咧，我就可以繼續去撈裝，從幕後繼續去撈裝啊，我哋都有信心講繼續去撈裝下去。嗰時我想講，安尼真係可以充咧，真係講唔單止講本來老了，同時嘛，提供老了嘅時間，又可以本即個方式，因為而家政府嘅希望講，我哋一來一當然用電動車，因為個環保嘛，嗰時等於你講慢慢也會所在，唔單是重視自家人文，重視自家嘅水土，重視自家嘅物產，同時嘛重視自家嘅環境。好，嗰時像這個做一啲農業科種嚟講，我做到你又講。唔但係上種嘅想法幾先進，但是伊上到我做乜東西？可是我想說，我聽會有一個問題講，如設立一個充電站啊，很難嗎？會幾難？應該唔會幾難呀，喺團廠上有一啲合作，一啲回饋，公家也可以省錢。冇錯，係。就像你所講嘅，而家設立喺睇啲人講可可嘅園區嘛，嚇。當初我想到設立喺幾嘛？因為一個地點咧，佢試種，嚇，聽下人本來用地方佢試種，有圖好睇嘅個消防分隊一個生效啊，好，真係向中有睇下家裡做一啲佢太太平啊，有啲舞台啊，然後噴發通嘛嘅路徑偏離。他佢看得到，安步頭也可以去，佢上種裏面啊，一個地方來說應該係最適合有一個上種親貼心、佢用心嘅地方。冇錯，因為喺公部門講喺公有地方啊，你做法其實都好方便啦。希望講慢慢其實主角嘅，唔係幾多嘅停車場啊，按得實得嚟咯。是的呀，人家講有呢度做，我有時都嘅有呢度做，應該有一啲公共嘅地方，他也可以去嘅。同時，我發現嘅可可園區幾正哦，佢講當初嘅教堂建出來以後，佢教堂一定有浪漫嘅一個氣息。佢到到你喺充電嘅40分鐘地方，你多撈一期，錯，又唔會等。又唔會講第一題佢幾無聊，40分鐘。如果40分鐘都好撈一啲人嘅可可園區，你可以翕相，甚至你可以喺個草坪地方走來走去。種幾期啫咯，即係因為講從頭到尾等咧嗰種講嘅3條路線，睇你都494咪叫做人專長啊。聽見都講我哋咧百香果嘅，還有我哋百香果大廈嘅一啲法國餐嘛，第三位講嘅心靈嘅部分，咁心靈嘅部分唔會希望講可以幫我哋啲觀眾朋友，無都講我哋100萬人有乜嘅收穫？這地方十分好，因為佢有綠色隧道，好，嗰綠色隧道底部都有佢發嘅頭擺糖廠留下來，而家目前種係1000多樹誒，好，佢又可以呼吸新鮮的芬多精，有時可以去腳踏車，又可以做 DIY， 因為佢隔壁路嗰度黃梨田，
往里田生意呢做 DIY， 我哋可以配合当地的小农，哇，去做本地的做凤梨果酱，一等好高，又气口多彩又清凉，这样又有营养诶，好料，又有无辣无汁，又有咖啡好食，所以一日游我哋叫真是买好买满，全家都真的有得到放松，很疗愈。对呀，因为其实这时间吼，比如讲人家王梨嘅太出的时间，对呀，唔单是可以做王梨酱，你可以做王梨的披萨，果酱，嘿个果酱现场做，特定嘅披萨时间来做果酱，适合的你可以是做好的你我嘅披萨行好的你可以是披萨，然后你把王梨酱带过去。那可是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我哋观众朋友其实看到呀，应该想哇，慢慢按好搞。有按好买哦，跟下面同埋等嘅觀眾朋友預告一下，差唔多我哋接下來我哋慢慢話有乜嘅活動啊？年代最重要嘅萬蘭節，阿公我哋帶一頓小農咧嚟台北的美食展，這時節我用嘅一種呈現的方式，本他也可以參加咯。也個係一個節吼，提一個我哋萬滿族腳嘅，也叫伊潘發湯，睇佢會用一個慢跑啦、路跑一度來做結合，也可能有乜個天台啊，做乜個一個節目，個精彩嘅節目，本大家分享。嗰時候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我哋年代的萬滿節啦。係錯。其實幾幾隻，你睇我哋女僕嘅人吧。是啊，但是我真的可以對人哋嘅發言地步，發現到講真實幾好玩嘛。好，雖然講你女僕嘅人，我睇節目最尾啦嗬，我把時間留本，各種唔愛收計講，譬如講我哋觀眾朋友愛去到萬滿嘅話，唔會有乜嘅建議呢？我都有建議啊，我哋萬滿有14村，村村有特色。村村有美食，像食煮卡已經台積電咧，他講印度地，唔得當我哋西藏的嚟食我哋咧鹹鹽巴，我哋咧炒米粉，我哋咧現場看一啲農民，伊哋有啲做鹹菜，佢當好料，又當好食，又食我哋咧在地風味餐。嗰時講係遊客來，我不聽人講，唔能放輕鬆。腳步比較慢啊，我哋有假使講帶小朋友啊，嚟搞水啊，比如講人一天水季過了，帶人嚟架平海啊，看吊橋啊，有幾多民眾嚟釣嘅啊，可能如來到我哋洗腳水，我哋嘅有辦檔嘅，有俾人做 DIY， 每個小朋友太細細嚟做鹹鹽巴，伊哋都又可以開放俾人採買油蔥酥，我哋農民種嗰度時令呢長菜，像番薯呀，伊哋都親好買呀，都買好買滿，他可以皆大歡喜。講到番薯葉吧，發現一部真的是，唔點講係咪算屏東人咧？伊哋屏東之光咧，因為像我姐家宜蘭嘛，伊如果我哋宜蘭咧番薯葉冇安好食，伊甚至頭把嘅番薯葉話，伊帶過去宜蘭插，又冇辦法，又插唔紅了，你冇，真係米白古來食啦伊如果伊殺番薯葉話，然後伊醬頭魚，伊講伊喺宜蘭真係食唔到。咁像我想問下科長因為像頭先我哋佢其實已經講到按好了地方，但是一般有剛才講遊客來到我哋萬滿嘅話，對我哋萬滿嘅旅遊嘅自信站嚟講嘅話，伊可以得到樣嘅服務啊。遊客喺入來嘅時節，我哋都推廣哪隻伊有乜嘅東西，乜嘅哪有愛請人啊，愛買東西啦。好食好料的食宿有個性，攏後來我哋咧諮詢真也就一輪問，也算甚至於我哋咧職工，喺工業性應該會帶人去南錯。咁一般來講嘅話，譬如講，我哋按樣嘅一啲基地，冇得講，當然咱可以申請到一啲投籃嘅職工啊。更加我哋目前咧，一啲假日嘅時間咧，都會早晨頭會9點多，下晝會4點。都2個人提嘅食伊，迄種啊有一個時夜嘅時節，都先來
马上来预約好，有人都帶嚟去，安尼都做最好嘅服務。係，因為我冇想到講，嗰種海邊講嘅海邊嘅，譬如講我對有一團，嚇冇講30-40可能10幾個嚇人來玩慢了，我係咪可以申請一個投籃嘅資格？所以帶我哋可以查你去推薦的一個地方搞。好，應該是可以啦。係，幾時真冇帶人嚟嘅？我帶你，我看氣象。係看呢也冬季有出山嘛嘅時令季節，像百香果啊，嘅十幾個出來都帶人咧採果樂咧撈果，黃梨出來帶人咧黃梨，係啊，帆船，我哋嘅灣安溪，我哋咧阿媽灣順德，叫中國度帆船啊，見下都當好嘅時節，我會以時令季節氣候來安排。等於都講一年四季都可以玩慢了，反正都好食好料好搞，把錢花光光，助我們農民的經濟發展。觀眾朋友，看今日節目，我發現到講，喺一班有閒嘅時節來到我哋綠隊，一天可以慢慢嚟聊聊，因為慢慢都從頭到我哋啲朋友講嘅，唔單止好食好料好搞。最重要嘅，你看到我哋今日嘅規矩者，還有我哋咧肉金口中，伊對慢慢咧伊嘅手感，我發現到講，伊對慢慢咧伊嘅感情十分的深。今日各位感謝兩位來到現場的分享很多慢慢的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大家，慢慢歡迎大家嘅有閒來了。休息一下哦，都聽我哋現場來傾下運動哦。我看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